是木村在100岁在当中也输从洋葱，尤其是龙华国小规个学校日本太水大黑的，下礼拜六开学的高中团体防控的人，如提前是当地安全场所，希望新人呢是提起家的素材继续读书。一户人家再到河坝船，唔过礼拜太水同警务做下打照，唔但止不靠毛利，新人读书嘅學校嘛毛利。市區會開好，未來新人為去那邊讀書，家長當煩惱。我將來都不如那輩，咁樣唔放心啦。哦，最主要是，你學校是你哋一個社區嘅一個中心啦，專門冇學校啦。呢下是木村大部分嘅家長所冇希望新人去外地學校讀書，所以學校是同縣政府教育局三方協調。希望實踐到啲東嘅素材重建學校，學生是暫時安置到是木村嘅發展中心。我們有差不多50多位小朋友，我們暫時先打算在這邊安置差不多2至3個禮拜，在這邊臨時隔間，讓他們在這邊先開課。那第二階段的部分就是當組合屋蓋好之後，我們就到臨時教室去上課。那未來就開始去構思籌劃我們的一個重建的一個路程，都希望學校做得個時裝啊，其他好啲啊呢。呢間龍華國小係新義鄉內當小數嘅學校，雖然已經重建咧，但是禮拜又恢復，在啲居民做下很上網打拼，因為佢哋相信大家傾下合作，學校聽出成個重建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條報道。